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当安怎？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 阿妹啊，你爱了解我，伫我的生命中有真侪遗憾的代志，我无法度通去挽回。有后悔我会敢对你讲，即马环境搁伫咧变化，我会问你搁再听天公伯的话，安尼决定对。我会创造环境，提出路线，我也是要家己开一条路来行。若若无我注意啊，我当这世间。 等于是一个无路用，安尼有啥物意义？哎呦，阿嬷，你较细个啦！唉，我就讲你无气力，莫甲我牵，你会假咬要甲我牵？你看，你要换我，要甲我害死哦，要甲我杀死呢？哦，大人的唔情愿甲我牵，叫我你这无路用啦！ 阿嬷，爸妈妈搁金宝伊拢咧困啊，我哪有法度？啊，才是几点啊？你困火大个哦！实在讲哦，无路用啦！来啦，我咧规双手疼着着，甲我对对的啦。好啦。实在吼，人吼食老无路用啊啦，规气死死的啦，莫踮咧顾人怨啦。阿嬷，你莫有白念啦。 哎，念两挂是安那？哎呦，较情愿的啦，你对甲你无几力，啊，若唔情愿对哦，去啦，去捧一杯滚水互我啉啦。哦，好啦。人若食多无路用，就是安尼啦，遮艰苦要死哦！哎，规身躯会疼丢丢。金宝，创啥？哎，你哪遐多钱啊？甲母仔摕的啊。金宝来来，你较有气力。 干嘛抓抓咧来？哦，对啦，安尼唔才有够气。哦，阿嬷，若无我预备煮早顿啦。我去啊。你阿玲唔情唔愿啦，安抓干那这创下个？哎，阿爸金宝啊，阿妈较困来抓抓吼。阿嬷，你脚毋是好啊？为什么无按家己行，搁共看？ 家己行毋是较快活？唉，孙的，阿嬷脚好是好，啊，就袂自力，无才了通行啦。毋则就爱人牵，我煞袂晓家己行较快活。随在你啦，反正脚是你的，身体嘛是你的，你著较保重的。哎，金宝啊，啊你要倒？啊，毋来甲阿嬷开讲讲啊。阿妈出去行行，你莫问啦。金宝啊！你甲母啊讲，迄钱是我摕的啦。哎，金宝啊，金宝啊！哦。 搞不提，你要甲我讲呢？当是爱死大人啦，讲啊日头少脚怎样唔起来啦？啊钱囥咧记在囡仔头咧黑白沙黑白开啦。这款人要当做死大人，有报应啦，早晚就报应啦。
乌龙已经来讲过，伊讲叫阮放手，互龙会派迄边去分，因要占8城，剩的2城才由公所派甲咱代表派的人去分。骗囡仔嘛毋是即种分法。乌龙这个人心肝是真强，伊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。我看，你也是照意思去做，保平安就好。是啊，假使你若坚持毋替我出面咯，那我会报警处理啦。我绝对袂互因乌道的人得到任何好处啦。你若决心要安尼做是真好啦，也毋过你有甲想着，效果嘛是有限。你要一个办法。我除了报警以外，还有啥物较好办法？我毋是想讲要来对付无，我是想讲要安怎来做这块饼，来做较大条，留因3派人有够谈好对，安尼时到大家就袂烧真抢，山里去乌龙，伊嘛无啥物作用。恁啊，即马所要赚的钱，就是代理财团来买这块土地要赚的中央钱。但是恁敢有去想？就是讲，这块土地若成交了后，是要安怎去开发做工？你感觉讲这财团得用偌济钱去贴出来？也阁有，就讲要开发这个土地时，你敢有去想着讲内面遐个工人、便当、饮料、槟榔，这若拢总包你去做，你会当赚偌济钱？你敢有去想着讲？工程发包、公司进行，还佫有真侪当赚的钱，你拢无去算。这若掠掠的哦，拢过是钱的，但这毋是讲你一个人同我都能赚。时到恁3派人若拢总无合作起来，敢赚入去，安尼恁是想要佫抢啥物？是啊，安尼我就无话讲啊。你确实厉害，看你安怎做，我支持你。上好是安尼。多谢大弟，我要来去台北打拼，拜托你保密一下，互我亲像阮日子啊，遐尼大尾就好啊。小慧啊，行路较细腻的啦。少年，你真气哦！你知影我什么人？就一个吼，伊是啥人啊？台北菜市仔到乌龙的，你捌听过？菜市仔靠乌龙，毋捌听过。啊，毋过吼，菜市仔靠准义啊，我甲伊足清的啦。哦，姚准义甲你什么关系？阮二姐啊。哦，你若安尼较记人哦。哈？你甲阮二姐是家己人哦？我拄好要找准义啊，等我摆好啊，咱才做伙来找。好。什么代志？咱这口水，迄地下水源都拢无去啊！咱附近哦，真侪深井乌的，都防无水啊！咱这口水这么浅，几老可能会出大啦。这只是一个心愿啦，我嘛希望讲哦，看会记一出来。少年，你二姐甲三姐在遐？我知影。姚卫生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准义啊，才假释出狱，自身都难保啊！伊哪敢搁替你出面啊？过来。姚卫生，我叫你做人唔通安尼自私。偏偏要逼准义出来负死，我甲你讲，准义也是已经讨出工，即马只不过是一个旧仔囝，对吧？准义，恁小弟甲孙仔拢唔相信你是旧仔囝，
歹势，小华证明者。你啊，姚文生，我即马代志已经做一个决定，要转来去台北，希望你好好甲龙伟平配合，上好唔通搁来一做。以后若无破坏身躯的啊，可能毋是水就水，啊？少年，我菜市仔口乌龙的，即马你捌我吼？我即马要转来台北，你缀我去。我。姐姐，歹势啊！你要紧无？我无紧。安尼乌龙也较袂低调，外口做代志。你同伊同大兄，记甲金宝顾好，若有金宝教你去台。我知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母啊，你人都无爽快，咱唔当要面床体体啦。我无遐尼好命，日头赤炎炎，你困到。哦，好啦，无我出来摕吼。梁天明，你敢小等下？为什么？我钱害我啦！钱？无啥物钱啊？我皮包内底钱啊！我无甲你摕啊。都讲无，迄就是你摕做缴，要搁说无你。等你是咧后边讲啥啦？我当时咧报缴。阿母，金宝伊讲伊家己的钱摕去啊。是啊，金宝摕哦。嘿啊。嘿啦，我有听伊讲啦。哦，有听无？后日咱若趁起钱哦，先调查清楚，莫拢好人。哼，阿母，我出来摕。嗨，咱是要倒啦，等我一下啦。那安尼是成什么体统？安尼搁出去，啊囡仔钱摕的哦，唔知要出去创什么戏，啊免问啦，啊搁出去。阿妈，你敢有要去内底听一下？啊，无我去洗衫啦。好啦，去洗衫，去洗衫啦。阿母，阿兄有伫咧无？阿玲，阿玲啊！阿母，阿妈，小姐。甲你老爸讲，叫金宝顾住，唔通走去台北去。哦，好啦。阿妈，伊三姐要甲你牵，伊啥都无通牵啊。我家己会惊，咱着人看。哎呀，你记得你来你食。哎呀，你先。哎呦，哎，阿妹啦，你身体啦，药拢袂好吼，莫记注意个代志。哎呀，就总欢喜啊！来来，趁烧，紧。别，安怎？阿妹啦，是收过油是无？我可能有心啊。啊？你有心啊？阿爸，二爷讲伊真有把握啊。正也有把握，我颠倒做烦恼了。阿爸，较早你是惊二爷唔插啦，即摆伊提出全部的计划，而且对咱的好处更较侪。啊，你是咧顾虑啥物的？本来咱叫正爷替咱出面，主要就是要互伊去对付乌龙的。要不照即摆情形甲看起来吼，正爷哪想要家己做主啊？咱唔煞变成二爷咧，互伊惊爽咧。阿爸，你莫安尼想就好啊。其实二爷讲了无毋对啦，即摆这个时代要趁大钱哦，都要大家合作啦。竞争哦是敢会增加伤害尔。无啊，你是咧讲啥物话？好，
意思就是讲，我的观念背面着时代啊，应该着爱退休，互你少年出来补哈。你听我解说啦。啊是要解说什么戏啦哈？啊你着听你阿爸的话去做，就无唔对啦。啊，你代志也无听头，无听尾，你着莫当。啥物你无听头，无听尾啊哈？啊无你啥啦？你意思是叫我讲莫插喙就对嘛哈？妈，阮是毋是这个意思啦？唔是这个意思，无啥物意思啊！你有看无哈？现人伫遮你都有看啊啦，迄有啥物态度？啊你搁咧替讲话？吼，实在是啊了然咧！啊无采讲我甲你阿爸咧费尽心血咯，想要栽培。啥物啦？文成啊，我唔管你要听恁二兄准义的话啦，吼，照伊的话，伊要去做，随在你。要不我的要求就是7成土地买卖佣金，一工伊就免减。好啦，爸妈，阮是一点照你的意思做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们来困啊。你来看，是骨头担啦哈，拢会背啊啦。咱两个老咧讲的话吼，拢甲咱当作马里东风，拢无咧甲咱插啦。了解啊，了解。好啦好啦，莫搁气啊啦！啊，你嘛讲来我听看嘛，看准义是安怎讲，是安怎甲咱煽动咱咧文成啊？哈，到底是安怎讲，我了解者啊。无啥物通好了解啦，兄弟人讲的话乃相信上，交赛都会正直啦。本来咱是想讲要请鬼来下无呢，煞变成请鬼来咧开药单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你要对？你要看落仔大，你就看啦，我要来困啦。我还有心情咱看了啊大，啊？你遐坐，我有话要甲你问。叫你遐坐，你无听着哦？遐坐啦！你拍算安怎？啊，你唔拍算，总计嘛应该有一个交代。伊是要交代啥？伊根本就唔知影啦。啊，我唔知影，我打电话叫伊来。你莫加无啦，我明仔载去检查哦。若确定，我家己会甲讲啦。安尼好，咱前面明仔要做，我陪来病。你晓的啦，迄查某人代志，你气是要创啥？你万一囡仔摕条要安怎？无，我只系讲讲，你莫当作真的。迄台看准伊的态度啦，伊若一定要插土地的代志哦，搁行回头路，我哪会加上囡仔生卵？安尼吼会增加伊困扰啦。嘿，你搞僵尸啊，搁咧摕出伢的想，你敢袂听？你家己想一下哦，我气死我！哎呀，你要去对？你去哪我要做？你无可能我胆遮大哦，我要病检查看囡仔无啦。哎呀，我知你要去找准伊啊，你要加无啦？好啦，有代理啦。莫生气啦。安尼啦，我遐甲你讲真正，你即个月啊30几岁啊，也唔参像人个17、18岁查某囡仔，你讲囡仔机会是愈来愈少，家己想看卖，能到时可以哦，听好无？你话要不要发声者？歹势啦，我著看你很专心，唔甲佮搅了。你啊，啊你画这是啥物表？吼，无啥物啦，迄是有关开发土地吼，要互因咧人力物力所得的，一人一人我著家写下。时间我才著去比较，看倒一人较好趁，倒一人较歹趁，大家时间才分会记。啊，这遮尔济，佮遮尔复杂，是要来比较去啊？这你放心啦，若讲估计成本价利用哦，这我上来行啦。时间啊，我会写甲清清楚楚，互因300人看。这一项一项，要分的平，
嘛足无简单的哦。时到我想出办法，互因三个派人拢总无话通去讲。当是安怎？儿啊，你讲安尼遮样自信，敢若穿什么代志你拢有法度？你对阿兄无信心嘛？无啦，我对你当然是有信心啊。啊，毋过三派的人，你是要哪去说服伊？即摆就连阮丈人都毋敢信任你啊。伊讲伊甘愿去抢你7成佣金，较实在。安尼我了解。安尼我会上了资料哦，甲款落齐全，然后将伊拜往门店啦，来说服伊，了后才会说服因门派啦。希望代志会当亲像你安尼讲的，才会顺利就好。若讲要对付因三派的人哦，我是有把握。主要问题是乌良，因为乌良的心肝真大。儿啊，你意思是讲乌良爱混哦？因为我对乌良真了解，一块肉踢到伊找要叫乌出，等于在甲伊拼死死。为着要省一寡麻烦，我讲只要是安尼做。甲听起来，代志敢愈来愈复杂。你毋知啊？本来钱啊，不险了。不知听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。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